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賽馬直擊。今日星期日嘅沙田日賽啊，安排咗10場嘅泥草混合戰啦。咁當中7場草地賽事啦，3場就泥地噶。咁啊，今日啊天氣都非常之唔錯啊嚇，亦都帶點炎熱啊。行翻嚟都有啲汗水喎嚇。咁啊，今日就窄啲嘅跑道啦，草地方面啊，用條 C+3 跑道。咁啊，窄到就18.3米嘅啫。內欄呢，夜晚嘅次數就比較多啲，64場，中疊bằng場啦，咁啊都係跑短途。咁啊，67 win 啊貼住內欄嗰邊，中檔位置50 win，咁啊大外檔35 win 嘅。本身諗住都可能天陰陰啊，有啲雨水啊，不過呢，都而家已經 feel 到好曬同埋好熱啊，咁啊記住飲多啲水啦。睇下場地方面啊，草地方面呢都可以啦，好似中疊睇落去啲草啊靚啲，咁啊而家掛緊好地牌啦。而且今日都有1000嘅直路賽啊，咁啊都相信唔會壓地㗎啦，泥草混合戰就。泥地方面啦，咁啊泥地都係掛緊好地牌啦。咁同大家睇個灑水報告先。星期六呢就灑咗26分鐘水啦，星期五啊灑咗11分鐘水。咁啊，星期1、2、3都灑得幾多水㗎？1、2、3啊11至16分鐘水到啦。咁啊，過去7日雨量呢都係微微雨啊，灑下啲雨。過去7日雨量得1.2毫米嘅啫。咁啊，草地測計儀指數好耐冇見過2.70喎，好似偏硬少少啊。泥地方面呢，全天候場地測計儀指數就9.4嘅。咁啊，今朝呢都灑過水嚟㗎。草地方面呢，全區域就灑咗6分鐘水喺8.9嘅時候啊，咁泥地方面呢，爬地深度係7%寸啦。風向方面啊，咁啊而家都開始就係到春天啊，唔係東風啊或者東北風咯，西南風，咁啊反而變咗對面直路有少少逆風啊。11點40分嘅時候呢，度到每小時12公里嘅。都開始越嚟越熱㗎啦，因為都踏入夏天啦嚇。咁啊，今日都有推出寶物馬㗎噃。10場10號啦，奮鬥心啦，咁啊補入咗騎師嘅蔡明少啦。原本桃花雲推出嘅，亦都睇下今日嘅騎師王開飛嘅情況先啦。咁啊，開飛1號編號係潘頓，開飛嘅時候2倍。咁啊，今日坐騎佢係9匹㗎，落到嚟而家1.9倍㗎。2號編號就艾少禮啊，咁啊近期都比較少開到2號編號㗎啦。4.75倍開飛，而家回少少啦，上到5倍。梁家俊今日都好多實力馬㗎，包括扶搖世勁啊，甚至乎唐不甩落班都係交翻俾呢就梁家俊嘅6倍，企得幾硬淨喎。黃寶妮咁啊，上個禮拜都有贏馬啦，肥仔精神咁啊12倍落到嚟10倍。再睇下啲其他騎師啦，布文今日就15倍，啲飛數比較軟弱一啲。咁另外就潘明輝啦，近期都好好表現嘅騎師啊，都回到上30倍。咁咩騎師落飛呢？11號編號嘅希威森啊，今日有8匹嘅坐騎希威森55倍，輕輕調整去到50倍。另外其他騎師都唔見一半喎，150倍開飛，而家係70倍。至於練馬師王方面咧，今日開飛1號編號係希斯啊，今日有9匹嘅參戰嘅賽區㗎，包括第4場賽事呢，就出足1隊添，東方飛影啊、青春力量咁啊企住5.5倍，蘇偉賢啊今日落飛嘅練馬師嚟㗎，4.5倍落到嚟3.75倍，容天鵬亦都有飛喎，今日5倍啊，相反啊姚本輝就回少少啦，上到8倍，伍鵬志回飛幅度比較多啲，13倍就上到18倍，另外方家柏啊、羅富全啊25倍，呂建威睇呢個版面，而家呢個階段呢，落少少飛嘅22倍。咁另外丁冠豪啊，甚至乎文家良啦，大家都唔算話真係大冷門都好緊要嘅，就35倍落啲飛。咁睇下即係呢兩個馬房係咪都有啲手型啦？其他練馬師都幾熱嘅喎，其他練馬師係22倍啦。咁啊，其他騎師裡面呢，頭先落咁多飛，最多騎師即係坐騎就係班德黎啊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冷門嘅走到入嚟啦。好，咁我睇過晒啲賽事嘅資料啦，又輪到我哋睇第4位今日中意啲咩馬啦。咁啊，今日呢，度落10場嘅賽事呢，我自己一個字呢，就覺得亂啊！好多場呢，大部分嘅場次呢都係唔清晰啦，好多馬都係冇把握。咁啊，既然大家都冇把握，揾啲冷門撲下啦，一場14呢嘅加州代表。咁啊，帶大家睇睇佢呢較早前喺同程嘅表現啦。
當日咧亦都排咗個外檔嘅，咁但係當日咧亦都算好彩啦，跟到啲帝豪歡星啊，走住外搭，但係有啲遮擋嘅。咁但係你睇下對嘅對手咧，都係啲5班即係比較頂啲嘅馬。帝豪歡星自然固之然係啦，進優自在有啲班嘅，咁啊後邊威威父子亦都係之後跑得好嘅馬啦。咁佢喺個中間都可以即係越逼越近走上嚟咧。呢場1400嘅表現都係唔錯。咁你再套落呢一組，大熱門都係全程路通啦。咁啊全程路通今年都冇上過名啦。咁另外譬如你話自在福星91蚊，夢幻進區咁搭箱又有啲問題，好馬威威亦都冇上過名。所以呢一組咧對比於頭先睇帝豪歡星嗰組咧，比較再弱啲啊。咁我希望呢一隻加州代表咧交翻嗰場嘅表現咧都有得爭下啦。咁啊，我揀咗第8場12號嘅考眼光啦。咁呢隻今日都開始有啲飛啊！呢啲馬其實一路都關注住呢隻嘅考眼光，一隻咁大隻嘅馬，成1300磅體重，一出就已經能夠喺1200度上名啊！一定係有啲能力、有啲質素嘅馬嚟㗎啦。咁啊，但係有好多時呢，近期啊，尤其是啲際遇唔係太好啦，但係呢，一樣有走勢，好似上次都係㗎，兜大彎翻嚟1400都唔輸得遠，好蝕㗎嘛。不過我就睇翻前一次嗰場，雖然係場1200米嘅賽事啊，但係你睇隻考眼光嗰日又係㗎， B 加2欄。開邊都冇得追，你睇下前面嗰啲海南寶天星，但係嗰啲都係叻馬嚟嘅。就算前再第3名嗰隻幸運旅程呢，亦都係好馬咯。咁你睇下係隻考眼光嘅開邊啦，蝕好多位不利追，但係佢衝贏嘅閃光燈。閃光燈係一隻咩馬呢？跟住呢，一賺翻少少形勢啊，跑翻啱呢，即刻1400即刻贏嘅。啲閃光燈好有能力嘅馬咯。咁呢隻大馬只會越跑越好啊！難得今次呢，排檔好翻啲啦，排喺個中檔，用下艾少禮。咁啊蔡約翰呢，其實近期都好多馬擺艾少禮上去呢，可能啲韁成各樣嘢啲發揮唔同呢，有啲進步嘅表現嘅。咁我亦都希望呢，艾少禮跑呢隻考眼光呢，唔需要留得太後啊，喺啲即係生位呢，擠上嚟呢，應該衝落去嘅走勢會好好嘅。咁啊，今日都比較多啲嘅泥地場合啊，我揀咗第2場賽事嘅南區王啊。咁呢匹馬其實去到5班，咁啊去到呢個階段呢，先真係比較 fit 啲啊！咁埋前一次呢，佢個贏馬姿態都幾出色嘅，咁啊個頭馬掟甩咗啲火神神樂啊，後邊連心星啊，成超過2個馬位。咁而上一次呢，其實都可以睇下嘅就跑草地啦，因為都要隔翻個路程啊，可能隔翻個時間。你3月尾跑完泥地，去到4月中都揾場草地跑下。而當日嗰條 C 跑道呢，係冇得追嘅。貼欄就係杜瑞咪個翻嚟，前鋒嘅一放而回慢步速，連心星就咬住第2位，咁南區旺都係守住個第3位，後邊啲智旺財啊、全神貫注就好難追，所以全神貫注都算唔錯噶啦。南區旺翻嚟嘅第3都收貨，咁啊今次賽前繼續都整多貨大閘啦，嗰貨大閘都係好輕鬆嘅，即係第2啊，咁睇下今次係咪可以保中啦。我揀咗第9場啦，咁啊始終覺得私家3跑道呢，一檔馬應該都有明顯嘅優勢嘅，上名率又高啦，超過40成啦。咁啊，既然何好運上次挑戰1400，其實嗰啲對手好強嘅，雖然啊時時歡星嘅揀一檔贏嘛，但係上次嗰組對手呢，有啲神似啊彭財喺度。咁啊睇翻前一仗啊，輸俾營造組裝，無疑呢，當時啊排住2檔都係守住好位，但係直路嘅時候呢，都有少少困失啦。見到呢，因為前面隔離呢，海船星呢，全程頂住出去3碟啦，咁啊攞位上就唔算話好順暢嘅。咁啊最後隻馬呢，騎落去係均速啲，咁但係睇下今次啦會唔會排住一檔呢，守得到啲靚位，再加上呢，同場都係對翻競進先鋒啊、營造組裝啊，我諗步速方面呢，都有翻咁上下保證嘅。咁啊既然巴基之勝咁熱門啊，何好運有少少分頭嘅話，就敲下呢隻啦。好啦，睇下頭場賽事啦。頭場賽事5班1400米啦，都幾多重化兵嘅。251隊都係降班馬啦，2號嘅志在福星啦，5號銀亮豪俠，咁仲有6號夢幻進區、9號好馬威威、10號友誼喜悅、12加州、12號嘅全程路通同埋14加州代表啊。